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路人姨啊，今日又嚟到蓮塘口岸，因為參加咗由星日旅遊社舉辦嘅惠州雙月灣2天團，團費係99蚊。呢一個團最大嘅賣點呢，就係一個沙灘演唱會，咁又模仿張學友嘅歌聲啦演出，咁啊唱咗好多張學友嘅名曲啦，咁而且個唱歌水準都相當高，而且仲有一個豐富嘅海鮮晚宴，包括有薑蔥炒蟹、清蒸石斑魚，仲有白灼大蝦，同埋豉椒炒花甲。呢一個團嘅另外一個賣點呢，就會入住雙月灣嘅華美達酒店，入住海景露台客房，喺個露台嗰度呢，就可以見到呢一個無敵大海景。房間嘅質素呢，亦都相當唔錯。酒店前邊呢，就有一個泳池嘅，咁如果團友有興趣呢，就可以帶齊泳衣啊或者泳褲啦，咁喺呢個咁靚嘅泳池度暢泳一番。酒店前邊呢，亦都有個景色優美嘅靚海灘。另外都可以夜晚嚟到呢一個沙灘啦，咁就佈置得啦相當浪漫啦，同埋有情調。如果想知道呢個團好唔好玩同埋抵唔抵玩呢，咁就繼續睇埋落去啦。如果你對呢類型短線旅行團嘅資訊都有興趣，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埋撳埋個鐘仔，下次有新片出嘅時候呢，就唔會錯過啦。首先都講返旅行團嘅資料，呢一個旅行團呢，就由星日旅遊社舉辦嘅惠州雙月灣2天團。呢一個團最大嘅賣點呢，就係一個沙灘演唱會，同埋會入住雙月灣華美達酒店，再加埋一個豐盛嘅海鮮晚餐。演唱會方面呢，就有2位歌星，一位呢就係模仿張學友嘅歌星啦，咁另外一位呢就係模仿劉德華嘅歌星。海鮮晚餐嘅餐單呢，就包括清蒸石斑魚、白灼大蝦、薑蔥炒蟹、豉椒炒花甲同埋其他菜式。團費方面呢，會員價就係99蚊，成為會員啦都好簡單同埋免費，只需要加入星日旅遊社嘅群組啦，咁就可以即時享用會員價。如果想即時成為星日旅遊社嘅會員，可以掃描熒光幕上面嘅2維碼，成為會員係免費嘅。另外再加埋導遊費，每人每日咧就係70蚊，2日夾埋咧就係140蚊，要喺報團嘅時間啦同團費一次過繳交。如果想報名嘅話咧，就可以打報名熱線或者 WhatsApp 報名，2個電話咧都係一樣，就係97887172。我自己就選擇咗喺蓮塘口岸集合，時間就係下午12點45分。如果選擇喺羅湖口岸集合咧，時間就係中午12點。蓮塘口岸嘅集合點呢，就喺出咗關口之後轉左直行啦，咁就可以見到星日旅遊社嘅集合點。見到導遊報咗到之後啦，導遊就會派一個牌俾我哋，咁我哋攬住呢個牌呢，就方便導遊認到我哋呢係團友。等齊團友之後啦，導遊就帶領我哋去返蓮塘口岸嗰邊嘅停車場上車。去停車場嘅路線呢，其實同我哋平時呢去蓮塘口岸商業城嘅路線差唔多。見到蓮塘口岸商業城嗰度呢，就唔好轉出去，咁就跟返旅遊巴士站個牌直行啦。咁啊，再落多一層扶手電梯啦，咁轉左就可以去到停車場嘅位置。嚟到停車場呢，就上返前邊呢個白色旅遊巴啦，準備出發。上咗旅遊巴之後啦，導遊就向每一位團友啦派發一支蒸餾水。由蓮塘口岸出發之後啦，我哋會去到雙月灣嘅華美達酒店，中途啦都會停一個服務區。大約下午2點05分啦，我哋就嚟到霞涌服務區，團友就可以去洗手間鬆一鬆。服務區裏邊呢，通常都有啲小食店嘅，咁好似呢間為食客小吃鋪，裏邊就有賣啲小食啦，好似香腸，做飲品啦，同埋手抓餅。做粟米啦，同埋中式包點，咁亦都有雞髀。如果團友未食晏晝飯嘅啦，就可以喺呢度啦買啲小食。離開服務區上返旅遊巴，跟住咧就會去到雙月灣嘅華美達酒店。大約下午3點半啦，我哋就嚟到華美達酒店。嚟到酒店大堂，導遊就為我哋團友辦理入住手續。我自己就分派到2202號房。上到嚟22樓啦，我自己就跟返指示揾返我自己嘅2202號房。嚟到2202號房呢，就做返一個酒店開箱俾大家睇睇。入到嚟房間呢，就先去露台嘅位置啦，睇一睇呢個無敵大海景。
先睇睇寢區嘅位置啦，房間嘅面積啦都足夠嘅，咁兩邊落床位置咧都相當寬敞，咁床前邊咧就係一個露台啦，咁可以睇到海景嘅。露台側邊啦，都有台同凳嘅，咁可以喺度食下外賣啦。跟住有一個大電視機啦，電視機側邊就有張藤椅啦，同埋一個小型嘅茶水間。咁跟住咧就係玄關嘅位置。咁呢一個房咧就採取開放形式嘅，咁個廁所啦同埋個洗手盆咧都係開放形式。洗手盆嘅位置咧就喺床嘅側邊，咁前邊有個大鏡啦，咁側邊咧都有個化妝鏡嘅。咁另外一邊咧就有兩隻杯啦，同埋一個盒。盒裏邊咧就裝咗一啲啦一次性嘅梳洗用品。跟住咧就睇埋淋浴間啦，同埋坐廁嘅位置。坐廁嘅位置啦，兩邊都好寬敞，咁而且睇落啦都好清潔衛生。淋浴間嘅位置咧，亦都提供一個雨淋式嘅花灑啦，加埋一個啦手持式嘅花灑，咁而且咧洗頭水啊、沐浴露都齊備，而冷熱水啦都齊備。咁我試過啦，個水壓都 OK 嘅。咁淋浴間呢度嘅位置咧都相當寬敞。玄關位置呢度咧就有個開放式衣櫃，咁上邊嗰格咧就可以擺一啲背囊啊同埋行李，咁下邊嗰格衣櫃咧都有提供一啲衣架。小型茶水間下邊咧都有個雪櫃仔嘅，咁可以買啲飲品返嚟啊，雪凍佢。睇完房間之後咧，就落去酒店大堂度睇睇，咁酒店大堂嘅面積啦都相當大嘅，咁而且個裝飾啦都唔錯。酒店大堂側邊咧都有個健身室嘅。喺酒店大堂位置向前行啦，過咗馬路就係酒店嘅泳池位置。團友有興趣嘅話，就可以帶齊泳衣啊，咁或者泳褲啦，嚟到呢個泳池呢度啦，游下水啊，咁都唔錯嘅。又可以去到酒店前邊呢個沙灘啦，咁啊行下海邊啊，吹下海風都可以。呢個沙灘啦都水清沙幼嘅，咁而且都好乾淨啦，咁啊可以喺呢個海邊啦，沿住個海岸線行下，影下相都唔錯嘅。下午5:40啦，我哋團友就喺酒店大堂集合咗，然後搭幾分鐘嘅車程咧，就嚟到我哋食晚飯嘅地方。落咗車之後咧，行幾分鐘就嚟到金源灣海鮮大酒樓呢度食晚餐。先嚟咗一鍋海鮮養生滋補湯，跟住就有白飯任裝，跟住就有薑蔥炒蟹，然後就有清蒸石斑魚。呢味呢就係白灼大蝦，仲有呢味幾野味嘅豉椒爪花甲，呢味就係原椒爆魷魚圈，仲有呢味葱油鮮雞。肉類菜式啦就有呢個芋頭蒸排骨，另一味肉類呢就係豉椒炒牛肉，呢個蒸水蛋啦都蒸得幾滑。蔬菜類就有呢碟西芹百合木耳。最後就係呢碟田園時蔬。食完飯嘅時間呢，就啱啱好係日落嘅時間，咁就可以去到餐廳前邊呢個沙灘位置啦，欣賞一下日落。又可以喺餐廳附近啦打卡影下相。到咗大約7點鐘嘅時間啦，導遊就帶領我哋步行幾分鐘啦，就嚟到呢一個沙灘側邊嘅位置，欣賞今晚嘅沙灘演唱會。因為沙灘演唱會咧就喺晚上8點鐘開始嘅，咁團友可以早少少嚟啦，咁可以點歌啊，喺呢度唱卡拉 OK。沙灘演唱會開始之前啦，司儀就會先出嚟啦，講解今晚嘅沙灘演唱會嘅情況啦，咁而且咧亦都有一個抽獎活動嘅。到咗大約8點鐘左右啦，咁呢一位啦模仿張學友嘅歌星啦就會出嚟獻唱嘅首本名曲嘅。呢位歌星模仿張學友啦，都模仿得幾似嘅，咁而且個唱歌水準都相當高。因為聽導遊講啦，模仿劉德華嘅歌星啦，就因為檔期方面就今晚嚟唔到，咁所以呢位模仿張學友嘅歌星啦，就會上半部啦同下半部啦都係由佢演出。模仿張學友嘅歌星唱完上半部之後啦，跟住咧就會有魔術師啦出嚟表演魔術。到咗下半部啦，咁呢位模仿張學友嘅歌星咧就繼續出嚟獻唱，咁而且咧就因應觀眾嘅要求啦，唱咗張學友嘅名曲《李香蘭》。沙灘演唱會咧就正式會喺9點半完結嘅，咁亦都有旅遊巴啦安排由呢個場地啦返去酒店。如果團友有興趣繼續喺度唱卡拉 OK 嘅話咧，咁完結咗之後啦，團友就要自行啦步行返去酒店，咁啊大約要行10分鐘左右。
聽完沙灘演唱會之後啦，亦都可以嚟到酒店下邊呢一個沙灘位置啦，因為佢夜晚嘅時間呢，就佈置得好浪漫啊，好有情調嘅，咁就可以落嚟行下影下相。酒店樓下呢都有個燒烤檔嘅，咁有興趣嘅團友啦，咁就可以嚟呢度食宵夜。同埋酒店樓下啦都有間便利店嘅，咁所以都好方便。到咗第二日嘅早上7點鐘啦，咁就可以去到酒店嘅 F 樓層嗰度啦，食自助早餐。由餐廳入口位置行到入去，喺餐廳嘅右手邊啦，同埋左手邊啦，都係攞自助食物嘅地方。餐廳嘅用餐環境咧都唔錯，咁而呢一排咧沿住窗邊嘅座位咧，個景觀會比較好啲。先睇睇粉麵檔嘅位置，一般嚟講啦，粉麵檔嘅位置都係受歡迎啲嘅。咁有粉麵啦、菜啦，咁亦都有個師傅喺度啦，幫團友啦即時煮熟啲粉麵。粉麵檔隔離咧就有火腿、榴蓮角、土豆、油炸鬼同埋2款醬料，仲有師傅煎好咗嘅太陽蛋、春卷同埋腸仔。跟住咧仲有雜菜、豬紅、玉米餃子同埋燒賣。燒賣隔離呢就係一鍋白粥，白粥前邊呢就有2款食粥嘅配料，另外一邊呢就有茶葉蛋，隔離呢就有中式包點、烚蛋、粟米啦同埋番薯。另一邊呢就有牛油果醬啦，咁同埋有部多士機可以烘多士，咁有方包啦，咁同埋有幾款啦中式嘅甜點。飲品方面呢就有豆漿同埋牛奶。水果方面呢就有橙啦同埋番石榴。沙律區呢邊呢就有幾款沙律菜同埋沙律醬，咁可以調製一個啦自己嘅沙律。茶水區呢邊呢就有橙汁、葡萄汁同埋紅茶。最後咧就有一部即磨嘅咖啡機。到咗早上9點半啦，團友就需要退房啦，咁而啲行李咧就可以先擺上旅遊巴，然後咧就去到酒店地庫呢一層嘅會議廳裏邊啦，準備聽旅遊推介會。推介會現場咧都有提供蒸餾水啦，咁同埋熱紅茶。旅遊推介會未開始啦，咁都會播放一啲啦旅遊嘅片段。今次旅遊推介會咧就會介紹重慶路線嘅旅遊產品。現場報名咧都有優惠嘅，咁第一咧就可以送一份禮物啦，咁第二咧就有額外送啦500蚊嘅代金券係6張。另外現場報名咧個團費方面咧都有個優惠價嘅，好多團友見到咁優惠啦都會即時報名。如果報名嘅話咧，就可以先落300蚊訂金啦，咁就可以預留位置。咁另外咧，都可以喺3款禮物之中咧揀選其中一款。禮品方面咧就有3款，第一款咧就係旅行篋，咁旅行篋咧就有3隻顏色啦可以選擇嘅。咁第二款咧就係一個按摩枕，第3款禮品咧就係一個保暖嘅壺。聽完旅遊推介會之後啦，我哋就離開酒店，上返旅遊巴，跟住咧就去餐廳食我哋今日嘅午餐。大約下午12點半啦，我哋就嚟到海韻樓飯店呢度啦食午飯。餐廳嘅環境啦都算乾淨企理，亦都坐得舒服。店員先送上一個魚丸紫菜湯，跟住就有白飯任裝。第一味海鮮呢就係薑蔥炒海蟹。然後啦就係白灼蝦，仲有清蒸海魚，跟住呢味咧都係海鮮，就係粉絲蒸扇貝，再嚟一碟比較野味啲嘅就係炒花甲，呢味咧就係蠔仔蛋，以砂鍋上嘅咧就係呢一味魚香茄子，呢味咧就係蒸蛋角，仲有一碟墨魚餅。肉類菜式啦就有薑蔥炒牛肉，最後一味咧就係炒時蔬。食完午飯呢，就上返旅遊巴，跟住呢就會去大亞灣豐樂谷。大約下午2點40分呢，我哋就嚟到大亞灣豐樂谷。大亞灣豐樂谷呢度呢，都有幾個呢啲蒙古包嘅，我哋一陣間呢，團友都會入到去呢啲蒙古包裏邊呢，聽產品講解。我哋會先試食一啲啦金桔，同埋試飲少少啦蜜糖沖水，同埋試食呢一個艾草。同埋食呢個生果拼盤啦，咁有木瓜啊、西瓜啊同埋橙。跟住職員呢就會講解一啲產品，包括呢個蜂巢素，
同埋土蜂蜜等等嘅產品。參觀完大亞灣豐樂谷之後呢，我哋就上返旅遊巴，跟住就會返深圳散團。第一站呢就會去到蓮塘口岸，第二站呢就會去到羅湖口岸。大約下午5點30分，我哋就嚟到蓮塘口岸呢邊散團，咁就結束咗呢2日嘅旅程。呢一集嘅分享呢，亦都嚟到呢一度。如果想報名嘅話呢，就可以 WhatsApp 97887172報名。多謝大家觀看，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呢，可以點讚、留言、讚好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最重要就係訂閱我嘅頻道同埋撳埋個鐘仔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